會有香港壓力應援第二季度公民意識第二集等再生。喺社交媒體上面睇到一篇寫得好好嘅文章，一個嚟自草根階層嘅尖子，10零歲就要做 part time 幫補家計，並唔能夠同其他家境比較好嘅同學睇齊，攞住好多粒星升入大學讀商科，畢業出嚟入咗金融大行做咗1年，壓力好大，經常加班，更加係不在話下啦。佢好孝順，因為冇時間陪伴父母，物價又高，唔能夠唔努力工作，所以唔單止無奈，並感到唔知為咗乜。喺我學生裏邊都遇過類似嘅孝順仔女，好顧家，就好似小明嗰首歌同 MV《你是你本身的傳奇》。呢類故事其實喺香港相當普遍。我哋為咗滿足社會期望，放棄自我，加班追成功，求身價，停唔到。當父母親人年邁，身體變差，帶嚟內心莫名嘅抑鬱。小明首歌值得留意嘅地方係本身兩個字，你是你本身的傳奇。我哋都係生活喺固有嘅架構、層級同埋軌跡上面，即係固定嘅秩序啦。無論你願意與否，都會被動地成為社會機器嘅小齒輪。上述尖子就係被生產同埋消費嘅惡性循環鎖住咗，化工作為購買力，繼而化購買力為成功感，然後化成功感為奴隸式咁樣追 quota。開頭會感到唔知為乜，久而久之就會被既定嘅軌跡完全馴服。小明提出嘅係要揾翻自我、自身所想所求本身嘅傳奇故事。消費主義就係以消費帶動生產，並唔係以生產嘅目的去推動人參與勞動。好似尖子嘅故事，佢大可以唔玩金融大行。如果佢個 career 目標係首要定喺多啲陪父母嘅話，不過出身基層，成長過嚟享受唔到其他同學優裕嘅生活，感覺被睇小、被排斥，好委屈。所以既然能夠反動地向高處爬，佢有得揀咩？往上流就係好多人嘅夢想啊！本身嘅傳奇，如果只停留喺個人層面，好多時都要天神叫人再生嘅力量，先至可以超越經濟機器同個人成長經驗所造成嘅種種困壓。好多香港人都義無反顧咁支持侵侵。佢可以再選成功，除咗因為大富豪射住對手賀錦麗又冇準備好等因素之外，好多有色人種同女性都投咗侵侵一票。據觀察，因為侵侵第一任嘅時候，好多人口袋裏邊都多咗少少錢。選總統唔係講求候選人完整人格，由品性、德行、治國理念到政績、政綱等嘅咩？侵侵都認係法庭裁定嘅重罪犯，雖然佢話係俾人陷害啫。美國選民就淨係睇佢對自身荷包有咩好處嚟到做投票嘅決定，就係咁簡單。消費主義一旦成為社會運作主流，根據美國社會學家貝爾 Daniel Bell， 生活意義就會因此被掏空，社會秩序又可能混亂起嚟啦。原因係個人主權或者消費者主權蓋過咗公民責任，同時又破壞公民與公民之間嘅關係同團結。私人專享、私人擁有大過天。按侵侵當選同佢頭幾個月嘅超凡政舉嚟講，當政權運作同處理公共事務都被當咗係佢老人家喺度拍緊 Good Television 追收視率，自然會一團糟啦。要打破以消費帶動社會功能運作所造成嘅文化衝突，比較守舊嘅貝爾提醒我哋，以消費帶動生產嘅進程，標誌咗由有機共同體作為社群組織模式，轉移到功能社會嘅機械式社會關係。正如戰後同49年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，當初大家都係赤手空拳為生活拼搏，相對地樂意無分彼此守望相助。到香港繁榮起嚟啦，中產階層擴展嘅同時，就同草根階層嘅距離
越拉越遠，大家就把家門關起嚟，家長只會讓兒女同相近社會地位嘅同年朋友玩。我哋嘅社會就因此越嚟越靠各種功能，尤其是經濟功能，以機械式關係嚟維繫我哋啊。所謂機械式就係一種冷漠嘅因果關係，加啲推動力就會帶動另一個部分運轉啦。冇推動力，啲嘢就停頓落嚟啦。人情冷淡，不同階層嘅人甚至彼此猜忌。除咗顧慮本身利益同好處之外，有冇人仲會為他人着想呢？呢種會為他人着想嘅意識，絕對係公民意識不可或缺嘅。否則，香港民主未開始已經深陷今日美式民主嘅果構，絕對唔會有好結果嘅。話得說回頭，我喺社媒睇到今時今日嘅香港，有人街上暈倒，會有好多人幫手。年輕人唔夠現金，又要趕搭的士，一對上咗年紀嘅夫婦贈佢100蚊，受惠人又識諗，表明會報答俾其他佢遇上有需要嘅人。在英港人搞卡鋪，花錢花時間用精力落倫敦，幫對家贈下慶，知其不可，亦都要為之。香港人嘅再生一直延續，希望點點燭光亦都燃亮着你，溫暖你心。哲學家奇一果有本小書叫做《恐懼與戰經》，奇一果引用舊約聖經亞伯拉罕獻兒子以撒嘅故事，演繹成一套倫理守則。故事講亞伯拉罕受上主感召，要將佢年老所得唯一嘅後嗣獻俾上主。亞伯拉罕受命之後，冇同年邁嘅妻子講，然後帶住僕人、柴火同刀等，拉住個仔出發去獻祭嘅地方。全程只有亞伯拉罕知道行程真正嘅目的。直到亞伯拉罕將個仔綁起嗰一刻，上主就叫為佢哋預備好嘅代罪羔羊出現啦。奇一果從而演繹出嚟嘅倫理守則，就係唔好管世人嘅睇法，持守信念，擇善固執。離譜嘅事，脫離日常軌跡嘅事，只要係目標正確，係正義嘅，莫稀罕理解，遑論贊同。19年期間，我都係咁默默地為手足做我能夠做到嘅事，佢哋又義無反顧咁樣關照我。多謝大狀，這歌提醒我哋：投降容易老，認命沒有種。原來遺憾有2方面嘅意思。第一個意思就係我哋慣常嘅理解，例如錯失咗機緣啊，或者做錯咗一啲你唔想做嘅嘢啊，又或者冇好好珍惜一啲人或者物啊，好似對原生香港嘅緬懷。一般係對過去嘅人事物感到遺憾。另一個意思係你為咗一啲感召或者視像，唔再從心所欲咁樣生活，反而要重新調配你嘅步伐、時間同精力，做一啲你可能唔習慣、唔喜歡、唔係你性格會做嘅事情，或者要去學一啲嘢，甚至冒個險，作出新嘗試，創新一下。你都會因此感到遺憾，原因你要放低一啲你熟悉嘅生活軌跡，為咗一個憧憬，甚至其他人都會認為係個虛無縹緲嘅憧憬。呢種遺憾，我反正有更大嘅感觸。心理學家榮格指出，當你有第2種嘅遺憾，黑暗之神就會降臨。以我膚淺嘅理解，人放低慣常同似乎可掌控嘅生活秩序，只有心目中縹緲嘅感召、目標或者視像，你會忐忑，你會反覆，你會問掂唔掂㗎，值唔值得呢？背棄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怕有一天只有我共我。你問點解啊？願榮歸香港，再聚。